曼聯公布第三季度財務業績，今季度總收入增長17.4%，公司本季度營業利潤係70萬英鎊，而2024年嘅第三季度營業虧損為6620萬英鎊。今季度調整 EBITDA 即沒計利息、稅項、折扣同埋攤銷前嘅利潤後為5120萬英鎊。耗資5000萬英鎊嘅卡靈頓訓練基地咧係重建工程仍在繼續當中，預計咧將會喺2025到26賽季前完工。而對於2025財年，曼聯都係將其收入預期降至到6.6億至6.7億英鎊，並且預期將達到該區間嘅較高值啊。同時調整為 EBITDA 嘅預期亦都上調至1.8億至1.9億英鎊之間。而奧馬爾比拉達亦都話到啦，我哋好榮幸能夠進入到歐霸杯嘅決賽，但係最終只能夠獲得亞軍，呢個亦都令我哋非常之失望。我哋喺英超度過咗一個非常之艱難嘅賽季，我哋都知道啦，呢場比賽冇達到我哋嘅標準，但我哋都明確地係期望翻下個賽季會有所進步啊。